犯了罪，还是因为伊的父母犯了罪？这不是因为伊本人，还是因父母犯罪。伊出生的起名，是为了过伫伊身顶献出上主的活。当有日时，咱就来做差派我来救的工作。日头要暗了，暗暝若到，就无人会当做工。我伫这世界中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。你去洗落啊水池，甲目睭洗洗。来，我附近的冰水池啊。竟然喊话声非常的大。当耶稣徛在遐个进入耶路撒冷时，我根本就看袂到伊。四界拢是伫摇动的樟树枝，竟然伊下背拢伸手想要去摸伊。少年人为着在跳舞，我也受到激动，挡袂牢，加入去竟然的喊话，大声呼噜讲。航线就以将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啊上点，这个石头卖起来大声喊。来无咯，因为为迄个五目，现在拄凯旋是进入耶路撒冷。奉主你来，我们当赞美称颂他。奉主你来，我们当赞美称颂他。Son
我实在袂通相信我的耳孔，才会这个喊我好生来救人，现在竟然大声宣扬高叫讲，此事一定是的。我也袂通相信我的目睭，才会这个举手欢迎伊的人，现在竟然家言切起要死，就伫短短几日内，整个世界完全的颠倒突变。我缀伫耶稣的后面，行伫城门外弯挑的小路。我看见耶稣因为举真重的身价，伊规个脚趾皮拢变平，骨鬼晒晒。当我徛伫各个塔山顶，看见刺蛇所加成的冕旒刺伤伊的头壳叶，铁钉仔也插过伊的骹手，进前充满侮辱正人的声音。现在却是满嘴咒诅侮辱，竟然怎样这么紧就来背叛因主约我最王的耶稣啊！当我徛伫山脚下，看见受尽折磨，就要断气的耶稣，伊祈祷讲：“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，因唔知。”独独天国的君王伫咧死的瞬间。犹原会通如此，安尼充满灵力，无限的甜。你为咱人将你着，在耶路撒冷城，人称伊的名耶。He will
神奇的力量吸引我留伫这附近。假使伊袂通行神了，医好我的目睭，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以及其他侪侪人的性命，伊减半袂会通对世人的中间过活吧？大家对这项代志议论纷纷，虽然有袂少人毋茫这是事实，但是只有真少数的人相信迄是可能。我毋知我要相信啥物，我只知影我被吸引到伫这个所在。到了第3日，耶稣所听的妇人来到坟墓，要看我耶稣的身躯。因拄入去，就哪像看到鬼魂一样，马上走出来。事实上，因真欢喜，也真惊吓，因为天使甲因讲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好消息就马上传开，两个门徒也赶紧走去看，总是找无耶稣的尸体，只有空空的坟墓。大家拢真欢喜，所有忧伤变成做永远的喜乐。Alleluia, alleluia, my soul treasure.
我是亲目看见耶稣受难，甲复活的见证。假使你伫几礼拜前来问我，我决绝袂通向你讲起啥物代志。但是即时用我来报告互你知，我自出世就是青梅，并且注定因我要生活伫黑暗的中间。当耶稣见着我，伊屁烂伫涂骹，伊烂甲涂抹伫我的目睭，叫我去洗落啊水去洗目睭。当我将水泼入目睭的迄瞬间，我有一道真强的光惊着，滴到我滑倒伫涂骹。伫迄个瞬间，我得到最宝贵的礼物——光明。我真想要看这个行神的人，当我要敲找伊的进前，伊来找我。你信上帝的囝吗？请你甲我讲，互我通来信你。你进去看伊。主啊，我信。我的
死亡已经无够管辖于我。当时我所看见，迄个徛伫遐7日也无杀敌的王，今仔日伊是万王的王。我全体的灵魂，伫咱天顶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。